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哇哇 TV 之来去美国念大学，我是 Lisa。哇哇 TV，我们来去美国念大学系列呢，主要是要提供大家一些到美国念大学的资讯哦。好的，大家有没有想过要出国留学呢？出国留学可能是很多人的梦想，但是出国念书要花很多的，而且好学校很难考。我拍这系列的影片呢，就是要教大家如何用最少的钱去读你想要读的学校，跟帮助你如何在学校里面取得成功。没有太多的钱，但是你想出国念书吗？成绩不太好，但是你也想出国念书吗？没关系，等看完我这一系列的影片之后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出国念书了。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我的小故事。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在大陆的国际学校念书的，而且我当时的成绩真的很差，每一科都差不多是 C 左右的成绩，也就是都刚刚好及格而已。当时有谁能想到，我现在居然在美国加州在读伯克莱大学？ Go Bears！先跟大家说好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。我也是经过一番的努力，才有今天才能在这边读伯克莱大学的。你想知道我是怎么从一个成绩很烂的学生申请到伯克莱大学的吗？你想跟我一样到美国来念书吗？想知道的同学，请持续关注我们，并期待我们之后的影片。我将一一告诉你这些信息，让你也可以跟我一样，花最少的钱在美国读书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我们按个赞，然后分享出去。还没有订阅我们的同学，请帮我们订阅一下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，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